開啟雙社通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尋找外地僱員聘用許可服務，選取專業外地僱員。進入服務之後，即可見到獲聘用許可嘅場所，系統會顯示將到期嘅許可數目。選取而續聘專業外地僱員嘅場所之後，按下一步。喺已經完成，會見到所有獲批准嘅外地僱員批示，可喺指定批示按聘用許可續期，或者按申請全部聘用許可續期，一併將快到期嘅許可申請續期。按續期之後，即可開始填寫資料。喺申請實體資料中，請確保原批示獲聘外地僱員嘅實體名稱係咪同實體賬戶嘅最新名稱一致。同時，亦都需要確定場所名稱或者場所地址係咪最新且正確無誤。如有變更，應先提交場所資料變更申請，更新最近營業時間等業務資料。按編輯確定法定代表人資料，法定代表人資料係咪最新及正確之後，再勾選今次申請嘅法定代表人，輸入今次申請嘅聯絡人及聯絡方式等資訊之後，可按下一頁。請確定場所清單資料係咪最新同埋正確，如有任何變更，應先提交場所資料變更。喺現有僱員職位薪金清單入邊，可以選取新增僱員，輸入上一月僱員職位薪金資料，或者匯入最後一份申請嘅資料，再進行更新。匯入後，需按上一月最新僱員資料更新表單，亦都可以使用匯出匯入資料功能上載已填寫嘅資料表。喺選取批示，可以見到將到期嘅專業外地僱員，勾選今次而續期嘅外地僱員，按編輯填寫合同詳細內容。如僱員資料有變更，應按更改基本資料，更新外地僱員嘅資料，輸入人員專業資格資料後，再輸入今次合同詳細內容之後，按下一頁。完成編輯所有合同詳細內容之後，就可按下一頁。選取從事行業，再輸入有效准照資料，再輸入申請理由之後，可以按下一頁。輸入領取結果方式同埋聯絡資訊之後，再按指示上傳所需要嘅附件。最後，確定所填寫嘅各項資料是否正確，有需要嘅時候可以下載附件，申請電子表格再作確認。確定資料無誤，可以進行身份識別，選取今次申請嘅法定代表人，可選多名。開啟雙社通手機應用程式，掃碼進行身份識別之後，就成功提交申請啦。最後可以喺審批中查看申請嘅最新狀況同埋申請嘅詳細內容。謝謝收看。倘有任何疑問，請於本局辦公時間內致電853-2833-6960查詢。